请欢迎，哎，掌声，谢谢帅哥美女主持人，谢谢哇，美女一个哦！五个家族，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以及我们现场的嘉宾，大家好。是像水，但是你所讲的每一句每一个，我拢袂来袂记。因我讲你的心肝，你啥语，情也对阮软落去。茫茫的我就是像我讲话较真实。因为注重情的滋味，哪达无情的无情的你，予我心痛着强的水。山盟海誓，山盟海誓，天光就袂记。艰苦用手。是像水，但是你所讲的每一句每一个，我拢袂来袂记。因我讲你的心肝，你啥语，情会对阮软落去。茫茫的我就是像我讲话较真实。因为注重情的滋味，哪达无情的无情的你，予我心痛着强的水。山盟海誓，山盟海誓，天光就袂记。艰苦用手。山盟海誓，天光就袂记。艰苦用手把味。哎，很有专业啊，这个艺人的架势，谢谢，真的啊。哎哦，没有3两3，又套5个，怎么又套？来，哎呦，好啊，哇，对啊，真的哦，真的，拄啊呢吼，在舞台边啊，我这个5哥来讲哦，这个哦，在吼外地的表演，外边的表演，真正拢受到很肯定的，真的啊，啊，佫是吼一位很专业的
彩妆师，是，对吧？对吧？是。你彩妆师你无搞那五哥，无你嘛小啊甲死啊个的。是啊，叫五哥为姐。你那拢无要甲死啊个的。零刚以来，我就甲死啊个。甲死啊个的啊，看甲缘投好袂安尼啊。啊，嘛五哥拢做到欧洲人系啦，所以伊听伊讲的哦，听一半了。对呀，你想讲哈，大稻埕那个地方有很多那个民间艺人在那边表演嘛，那边很多街头艺人我们都是在那边。这个见识，这个看一头足一举手啊，你感觉就是有影，敢若职业的啊。无啊，我拢嘛，实话是讲的啊，对啦。希望我时常登上这个舞台。好啊，希望互咱这电视机头前面的朋友看得到，就讲赞哦，安尼啊，好，感谢你哦，期待你再来哦。谢谢大家，欢迎再来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